术水阁好。国情解说2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咱知影讲，主持广播节目，加减减拢会开放call in，互听众朋友打电话起来交流。迄天我就听到阮知己的国情我在北部电台名主持人，名甲你共一个国阿国啊，对。阿公遐的节目中call in，听众朋友敲起来甲学了，讲伊俗语列起来话拢真够讲，伊共应讲啊，免学了，即个我本房的。台湾话咧讲本房，即有背，才有咧讲的名词。现此时，大多数台语的字典拢差无。本房安怎样解说？就是讲本身，我本道的，我上届教手的功夫，免啥搁练啦。啊，若做戏伫迄台顶，讲这叫做我的大家出。我上届内行的俗语、迷彩四句联，包含列起来话，这个正本房的，你甲我学了要创啥？阿公遐算足样的呢。结果，迄个听众朋友偌热情，你敢知？佮甲阿公遐报啦，讲我听你的声吼，都无几岁正少年，你20几岁啊尔。啊，结果吼，即款台湾民间的知识甲学问北这头，我敢人请教一下你的年国。年国，有缘也是老辈咧讲的台湾话名词，大多数的台语的词典差无。年国安怎样解说？讲较白话咧，现代讲法就是年份。请教一下这支酒的年国，吼，这12年的。年过年份，意思讲吼，阿公兄当你毋知倒一年出世的，毋知今年几岁，安尼咧问人的年过。结果阿公兄即个人外国比你敢知？空中甲即个call in的听众朋友讲，年龄是查甫人的秘密，你莫甲我问这。结果人迄个听众朋友笑话连盆，电话毋愿煞，佮甲学了，讲毋但干那你咧搞呢，我咧看即个解文说理即个吴国清，讲恁知己的，伊原啊。加减有咧研究俗语，有咧研究迷彩，原来趣味呢。结果我讲遐共答，讲伊甲我无共挂问呢。挂问，台湾话老辈咧讲的名词，就是门派，就是无共来咯，无共线咯，讲做无共挂问。啊，讲遐搁空中甲吐槽，讲国情啊吼。伊迄读册囡仔拢编册看册，无像我，谈社会甲人流即个俗语，拢我社会捡来。伊甲我无共挂门，伊比较我加外含慢咧。当然啊，讲遐伊做人，袂遮尔请赢，遮尔笑着。搁怎啊是编一个短短的故事，甲你探讨。较早老辈咧讲，台湾的名词、艺术有内涵的所在。